因若是有东北季风加上风台外围环流相同影响，早暗所有是透风雨，真侪点头已经提早收淡。若停伫江喙的船只嘛，明显有变较济。宜兰县政府是宣布讲，准讲今仔日雨伤大，有去影响到交通，也是影响上课、上班的安全。各机关、各学校会当家己决定今仔日敢要停班停课。潭米风台加上东北季风互相影响，气象署是讲对今仔日开始，宜兰就会上大雨，总累积雨量有可能会达到900毫米。因若昨暗宜兰已经开始透风雨啊，所以有真侪点头拢提早收淡。因若宜兰县政府是宣布讲，若是县内的机关和学校校长今仔日家己会当斟酌看卖，家己注意。总讲风雨上大，有淹水，有影响交通，影响水电，出入较困难。安尼就会当家己宣布今仔日会使停班停课。因若宣布了后，向县府报备就会使。